路線751往有惡。或者有啲病人自己對於海鮮、高蛋白嘅肉類都會容易有啲敏感嘅表現，譬如牛肉啦、羊肉等等。如果係脾胃比較虛弱為主多啲呢，我哋可以一般健脾為主多啲。有啲清補涼啊，或者健脾去濕湯水，去穩定皮膚嘅情況，改善水濕嘅情況。濕疹有陣時都會急性發作嘅時候過嚟求診啦，咁所以佢哋就會紅腫熱痛，加上痕癢好明顯，咁我哋先會令到佢哋先止咗痕先，再慢慢幫佢調體質。咁有一部分咧就係長期濕疹嘅情況，已經係苔蘚養病邊，皮膚已經好厚啦，好硬結塊啦，摸落去咧會比較礙手嘅狀態。咁呢一種咧就係可能以年計嘅濕疹，咁佢哋就會適合一啲滋潤為主多啲嘅方法，譬如我哋應該係滋陰潤燥驅風。外用藥上面咧，我哋可以揀一啲係清熱涼血嘅中藥，譬如紫草根啦，或者加少少當歸，有少少活血嘅功效，加強翻個患處滲透嘅情況，補充翻個屏障功能嘅。